誒，呢個咪我哋今日阿 Sir 講嘅城市特首比賽，聽講好多人參加喎，搞到我都有啲想參加。日語睇返以前啲參賽片，參考下先。拖住啲行李行，係咪會覺得好麻煩呢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希唔希望會有寄存行李嘅地方呢？ Of course， 當然了。希望有，非常希望有。要，很需要。要，這個要。有冇試過冇散紙或者散銀搭巴士呢？有。對，剛剛就是這樣。我哋一於隨機訪問一名澳門居民，睇下呢啲問題係咪的確會影響到佢哋。你好啊，我可唔可以訪問你一下？可以啊。咁我哋第一條問題就係啲遊客拎住啲行李箱，會唔會影響到你嘅便利呢？會啊，頭先我就喺呢條街度行，然後直接被棘咗下。咁我哋第二條問題就係你有冇試過搭巴士，然之後前面有啲遊客淨係得紙幣，冇啲銀仔，然後俾唔到錢呢？會啊，頭先我好趕時間咯，幾點啊？你有零錢嗎？我只有20塊。既然我哋已經知道呢啲問題的確會影響到澳門居民，我哋應該點做呢？不如我哋去問下學霸同學啦。啊，我知啦，我有辦法。